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咧，恁着学罗耶和华。三甲来银献诗266首，请来，咱着按手唱歌，起立吟全首。今仔日是世界圣餐纪念主日，求你的圣神先感察，光照阮的心。若有得罪你的歹意念、歹言语，也是歹行为，求你照你的应允，就是当阮身心认罪来求你赦免的时，互阮有清气的心、正直的灵来领受圣餐，也照着圣餐来调整，甲你有更较好的关系。佫一摆提醒家己，重新来奉献主，毋通袂记记，阮是主的人，爱继续为主来活。阮也要将身体欠安、心情软弱的兄弟交托仰望伫你的圣手中，求你看顾伊哋，恢复因的勇惊，诚侪你美好的见证。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上帝话记载伫耶利米书1章4到10节，第一汉语本伫827页。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我袂创造你伫腹肚内的大声，我捌你；你袂出胎的大声，我分别你做圣，设立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讲，哎呀，主耶稣啊，你看，我袂晓讲，因为我是囡仔。总是耶和华对我讲，你毋通讲我是囡仔，因为我既有册你，你就去；我既有吩咐你，你就讲。你无得惊因，因为我甲你伫咧，要救你。这是耶和华讲的。耶和华就伸伊的手摸我的喙。耶和华甲我讲，你看，我有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喙。看，今仔日我设立你伫列邦列国的顶面，是为着要推出、要拆毁、要败坏、要倾倒、要建立、要栽培。这是请百学士班来献诗，献诗煞请牧师来证道。
四方年，也伫尾后即一段，咱要重新要过来，搁较知影讲四方真正的意义，也对安尼诚侪咱每一个人的鼓励，吼，诚侪咱每一个人的鼓励。今仔日咱要讲的是四方的意义内底第二讲，咱会当四方是上帝特别的拣选。兄弟姊妹，你我拢是服侍上帝的人，你我拢是侍奉上帝。咱今仔日坐伫遮，同齐做礼拜，无论你是诚做咧招待的，也是司琴的，也是司会的，也是其他所有的职务，也是你就是诚做伫内底坐的，拢总是共款。每一个人，咱拢是侍奉上帝的人。请你逐你的隔壁兄弟姊妹讲，咱是侍奉上帝的人，是咱是侍奉上帝。今仔日是第二，拢总伫即个中间，咱有较方便，要讲侍奉是啥物？侍奉是啥物？今仔日讲侍奉就是上帝的拣选，侍奉是上帝的拣选。咱要通过耶利米书对耶利米先知。伊所领受的诚侪咱的鼓励，咱用现代台语、汉字本，搁来读一遍，三甲来读，请。上主对我讲，我也要互你伫舞台成形以前，已经经历，你也未生出来以前，就甲你分别做成，选你做列国的先知。原因讲，至悬的上主。你知我还少年，搁含慢讲话，毋过上主对我讲：你毋通讲你少年，我甲你派去倒位，你就去；叫你讲啥物，你就讲。你毋免惊因为我甲你同在，要保护你。我上主安尼宣布。上主就伸手摸我的嘴，对我讲：现在我将我的话摕伫你的嘴内。我今仔日授权互你，互你伫列国万民做废出甲拆毁、破坏甲推翻、重建甲再生的工作。以上这就是咱今仔日的经文。直接互咱看到讲，上帝拣选咱诚做服侍的人。伫即个中间，咱看到耶利米伊的反应，伊的反应讲，毋通啦，毋通紧我。所以咱会感觉讲服侍是一个重担，通常你若是受选诚做干部，你就会感觉讲服侍是一个重担，是一个承担责任的开始。总是直接要互咱知影讲。服侍你的侍奉，其实毋是一个重担，是安怎安尼讲？因为会当来侍奉咱的主，就是上帝伊荣光的拣选，上帝荣光拣选，就是拣选咱，互咱有会通得到伊的荣光。所以伫即个中间的服侍，嘛是安怎？毋是我靠咱家己，毋是我靠咱家己。伫即段的圣经，伊讲。你是以色列我的罗卜，雅各我所拣选的，我的朋友阿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对地极所带来的，对天边海角所调来的。而且我要对你讲，你是我的罗卜，我拣选你，无要去杀你。这是伫以赛亚书的41章第8到第9节。过来安怎讲？你这个亲像稻捆，你这个亲像一尾头的雅各啊！以及恁以色列人毋免惊，耶和华讲，我要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安尼讲，这个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神来，而且安怎？而且咱的主耶和华上帝，以赛亚讲，所以咱会当看所有上帝所要拣选的人，的中间逐个拢秘密出来，我讲毋好，毋是我。但是上帝才讲，你即个糖，台语汉字本讲，你即个稻捆，现代台语讲，你即尾糖，你即个糖，人讲，意思就是讲，你是做软食的，我知影，你做味色我知影，亲像一尾糖那尔，
一尾仔咧扫，咱若看着咧虫吼，安怎凊彩甲移一个就死去啊！吼，咧虫，伊讲虽然你遮尔微细，但是我要竞选你。虽然你是遮尔无才调，但是我要竞选你。所以咱看亚利米伊安怎回应？伊就回应讲好，安尼我要去。吼，所以伫迄个中间，咱看着亚利米伊开始服侍。伊讲我还少年，我含慢，我袂晓讲话。所以迄个时阵，亚利米几岁？大约20岁。啊，伊对20岁开始侍奉主有40年。咱看即个先知，圣经讲伊是一个流目屎的先知。伊每一届看到即个犹大国，看到伊的国家，看到遐个君王，看到上帝吩咐伊所讲的，结果遐个人有听无？拢无听。伊有言讲出来的代志，结果拢做反省。所以咱看即个画家林布兰，伊所画的亚利米先知安怎？吼，林布兰伊是足够用迄光的甲暗的那一种对比，吼，然后那个焦点 focus 就是在一个，你看伊的 focus 伫搭，就是伊的额头面顶安怎一撮一撮的条纹啊，足明显的吼，这是一个部分尔吼，我跳讲处理的头吼，而且迄个时阵你看亚利米几岁？伊服侍40年，伊20岁开始，请问伊迄个时阵上届加嘛60岁尔吼。咱今仔日庆祝重阳节吼是65岁以上咯，49年厝以前所生就会当领吼。啊，亚利米伊60岁尔，毋过伊会当领，看伊的迄个面相吼，无像60岁吼，足像80岁啊吼，表示伊操劳。表示伊为着即个国家，拢咧忧伤，伫遐咧想讲，上帝啊，你爱我所讲的，啊，我伫即个中间，我所做，毋知是毋是即个国家要听，即个人民要听无，即个国王要听无，即个君王，即个会当反转来到上帝，所以咱看上，伊就回应伫上帝的经选内底，所以咱今仔日要对伊的经文内底来看讲，若是安尼，上帝竞选咱，到底迄个过程是啥物？吼，上帝竞选咱，第一个就是会将咱分别做成。所以迄个竞选第一个就是分别做成。咱头拄仔所读迄个第4节就讲，我分别你做成，这是啥物人讲的？是上帝所讲的。所以共款伫大卫，伊所写的诗篇139篇，伊嘛有讲啊，我的丈夫。是上帝你所创造的，我伫我老母的腹肚内，你已经着伫遐安怎保护我？我也未成形的体质，上帝啊，你的目睭拢已经看见，已经我将来所要过的日子，每一天，我拢还未经过，但是上帝你拢写伫你的生命册里顶咯，兄弟姊妹。其实咱受上帝拣选，拢有分别做成伫咱的心上。啥物叫做分别做成？就是伫上帝的计划内面，你伫遐，上帝你的心上有伊的计划，就是换一句话较简单，就是2字叫做命定。吼，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上拢有命定啊！这要安怎？爱受保全，而且袂当用伫世俗的用途。意思就是讲，我甲你分别，甲即个世界无共款。诚做圣，啥物叫做诚做圣？诚做圣的意思就是要服侍上帝。诚做圣，咱看咱今仔日要守圣餐，遐头前的器具，迄就是圣。伫旧约的时代，所有圣殿的物件拢是圣，诚做圣。所有要服侍上帝的人，也是诚做圣。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坐伫遮，咱侍奉上帝，咱也是已经受上帝。诚做圣，所以上帝拣选咱，第一要紧的是安怎？分别诚做圣，来归向伊，来服侍伊。这牧师早就讲过啊，伫咱的生命上头前，第一个就是服侍上帝。所以今仔日无论你是做啥物，无要紧，你就是受上帝拣选诚做圣，伫迄个所在要来服侍伊的。再去看一个画家，因为先知亚利米吼真出名，
嘛是真要紧，所以足侪画家拢有画伊个啦。哦，咱看即个画家叫做米开朗基罗，哦，咱诚熟悉。伊比他拄仔迄个画家运动是较后壁、较头前伫，吼，咱会当问开强老师吼。米开朗基罗伊即把画叫做壁画，是画伫迄个讲梵蒂冈的迄个讲圣一个迄个即摆做迄个教宗在开会的一个小教堂的上面吼。伊即张画，你有发现亚里比吼画出来拢安尼吼，拢安尼伫遐。吐伊的头壳吼，就是拢真艰苦啊！吼，一粒头两粒大，是安怎？上帝吼，为伊成做一个流目屎的先知吼，伊心为着迄个国家吼，所以有人讲米开朗基罗咧画即张图的时，就是亚里米伫痛苦的内底，伫遐咧想讲，到底耶路撒冷会毁灭？吼，上帝你要安怎来拯救？伫即个中间，因为伊虽然诚做先知，已经宣讲上帝所有的话，总是迄个犹太国到尾后，犹太国犹原互巴比伦即个帝国来消灭。吼，所以亚里米伫迄个中间吼，流目屎，搁较流目屎。所以兄弟姊妹，分别罪行，一直坚持伫上帝所交代伊的。所以竞选。对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佫有一个青恳啦。上帝甲亚里米讲安怎？我设立你要成做列国的先知，吼，你会受差派要去遐，所以伊得到啥物？得到上帝的互伊的身份，甲迄个权柄，就是讲我要差派你成做列国的先知。伫伊还未出舞台的之前，上帝已经决定啊。吼，所以伫遮咱就知影讲竞选内底有一个青恳，青恳的意思就是出去，就是爱有行动。所以伫新约内底，咱看到保罗，即个人伊嘛是受上帝来竞选，对无？伊伫大马色的路上所经过，咱就会当看。伊伫大马色的路上骑马，结果有一个光头笑，迄马怎骑起来了后，伊怎摔落伫涂骹？结果安怎？结果伫迄个中间。上帝有来讲话，透过伊就来讲：你是啥物人啊？主啊，你是啥物人？迄个时阵，一个声来讲：我就是你伫遐咧来迫害迄个耶稣。哇！伊听着足惊，伊讲：安尼我着爱做啥物啊？我着爱做啥物啊？迄个时阵，咱看主来讲：我要派你诚做执事，要诚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甲我将来所要指示你的所有的代志，拢总甲证明出来。了后，即拢伫使徒行传了后，伫遮有讲，我要找你到因遐去，要互因的目睭会当得到拍开，对黑暗的中间来归向光明，要对撒旦的权下来归向上帝。后面迄段红色的，也是我要来龙岗教会，诚做牧师的时，我对上帝所领受的经文讲，上帝讲，我找你去遐，就要叫因的目睭会当来拍开，兄弟姊妹，毋若是这个所在的自然的目睭拍开，嘛咱已经信主的人嘛目睭爱拍开，因为咱诚侪上帝所竞选要来服侍上帝的人，咱到底知影讲？咱会当今仔日坐伫遮来礼拜，这是毋是上帝分别做成的？咱的心是毋是还阁伫即个世间游袂转来？上帝讲无，你是我所拣选的，我分别你做成，然后我嘛要差遣你，会当诚做我的见证。若是安尼，受差遣是啥物意思？就是你要宣告。你的侍奉，你所做的代志，你今仔日活伫这个世间，每时每刻，拢总是咧侍奉主，拢总是上帝的差遣。恁有阿免无？咱有想较遮深无？今仔日是毋是咱了活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啊！既然上帝的恩典伫遮，都有上帝的差遣，上帝的竞选，敢毋是咧？上帝今仔日无竞选，咱讲好，你好转来啊！所以有个人讲吼。你若囥到下早仔，你目睭爬会金吼，就是一工。啊，你若囥到下早时吼，目睭爬袂金吼，就是一生。安尼听有吼？当咱
困了了后，目睭闭袂紧的事，就是咱一生的时阵咯。总是咱每一工目睭拢闭会紧，迄就是每工。所以每工有上帝的差遣，每工有上帝的旨意伫迄个中间。换一句话来讲，咱来想看觅咧，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所生活的家庭，是毋是上帝甲咱差遣伫遐？你所读的学校，就是上帝差遣你伫遐。吼，你伫你的职场，嘛是上帝你差遣伫遐。咱今仔日拄啊有咱远的兄弟姊妹，倒来到伫咱的中间，咱的是去就是因伫中国，搁边仔，迄就是阿根廷对无？对，迄个牧师刘姓刘对无？刘贵祥的兄弟的爸爸迄个讲家人因受差遣去伫倒位？去伫外国，伫中国，伫阿根廷，伫迄个所在。所以你讲失去接受伊检查讲我也毋是牧师啊，无，你无落去到倒，就是上帝甲你差遣。你无得较诚做牧师，总是你是诚做上帝所拣选的人，要诚做见证，是基督徒，安尼好无？迄就是咱第了紧的。所以无论你今仔日伫台北咧做工课亲像咱俊安执事，伊伫新竹迄个所在，有个人伫台中，有个人伫南部，搁有刘玉成兄弟，伊伫上海，伊不辞辛劳，伊逐摆若倒来到台湾，伊就是将因妈妈搁带来咱教会感谢主啊！这就是上帝差遣伫咱的心中，所以咱就知影讲，若是有上帝的差遣，就是有使命啦。使命意思是啥物？就是有上帝的意思伫迄个中间。所以当你知影的是，咱逐工都爱伫遐讲，上帝啊，那你互我今仔日伫即个工课的顶面，你有啥物意思啊？你有啥物旨意？你有啥物计划？你的使命是啥物？迄个使命是上帝的，毋是我的。若对上帝迄来你就无惊吓，安尼知影无？所以咱看到伊亚利米伊领受的，就是要成做一个先知，然后去遐宣讲上帝的意思。咱看保罗咧，伊伫迄个中间讲，你受差遣、受拣选，我即摆要派你安怎？派你将你所做一切的代志起来。去到大马色兄伫遐要将所派你做一切代志，拢甲因讲。其实迄个时阵保罗知影无？保罗还佫毋知要讲啥，是安怎？迄是一个过程。有当时你会讲上帝都无甲我讲，我要讲啥？共款先知迄个时阵，亚利米嘛毋知上帝要甲伊讲啥，总是咱就是要有迄个信心伫遐讲好，我要来接受。我要来回应伫迄个中间，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看到上帝用伊的指头搭亚利米的嘴来话咧讲，我要将该讲的话拢传互你。其实以赛亚嘛有经历即款，上帝用啥？用火焰火炭搭有伫遐讲，我要清气你的嘴，你要讲的话，我会互你知。以西结即个先知，其实上帝嘛有共款讲，你要讲啥物话，我嘛会甲你讲。可见，咱要讲啥物话，上帝会互咱知影。甚至伫新约嘛有讲，你要讲啥物话，到时要讲啥物话，上帝拢会互你知影，信心会甲你同在。所以咱看，上帝拣选咱，上帝差遣咱，结果咱有使命是对上帝遐来。到迄个中间，这拢是一个过程。所以兄弟姊妹，咱毋着惊无，咱毋免惊。但是咱爱知影有即个过程，就是我今仔日，我毋是凊彩，咱讲你伫粪扫堆捡来的，咱讲做爱大囡仔讲，你着对粪扫堆捡来的，还是你伫路边捡的？毋是，嘛毋是对石头坑掘出来的。咱是上帝甲咱拣选的，上帝拣选咱。拣选咱今仔日伫无共款的家庭，然后伫迄个中间，伊差遣咱，有伊的使命伫遐，咱成就，这就是一个过程。最后伊就赏赐咱有气力啦。上帝拣选亚利米，伊成就讲好，我要成做列国的先知。上帝讲好，我互你有气力，我要互你讲你该讲的话，然后要做啥物代志？伊讲看。
我今仔日设立你伫列邦列国的中间，为着要安怎，要培出拆毁、毁坏、佮邪道。哇！即四个名词足重的，要背出来，甲扭出来，拆毁、甲拆掉，毁坏、呼吼拢总无去，然后邪道。伫遮来讲，因为迄个歹、迄个罪恶伫迄个中间已经足重的，所以咱看到这个百姓所做一切，上帝无欢喜，所以要有一个革新啊，规个拢总重新的开始，所以对迄个中间就培出拆毁、毁坏、邪道，了后佫有一个积极的，他拄爱较消极啦，消极就是毁灭，佫来有积极的是爱建立，佫有一个在一。哇！感谢主，伊要互咱困难会当做即款的代志，所以咱每一个其实伫咱的生命的中间，伫即个世界受造就了后，咱知影讲上帝你竞选我，你要互我安怎会当受你差遣有使命了后，要领受能力，会当做这，其实咱的生命大声着伫主的面前，先有安怎培出拆毁、毁坏、邪道。过去，伫即个世界，伫即个社会，无合上帝的旨意，已经卡掉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拢总爱来拆毁啊！所以咱看亚利米到最后，伊虽然伊的经历实在有够苦，有够艰苦的，伊互拍，然后佫安怎，佫伫遐骹口手口，伫迄个中间要死罪，佫互关伫迄水牢啦，就是浸水。敢若互你的头会当呼吸尔，其他拢伫水内底。但是伊有惊无？伊无惊，伊无惊，因为伊知上帝要赏赐伊困难。最后即张嘛是先知亚利米就较抽象是一个犹太籍的马克夏卡尔伊画伊画拢较属伫个超现实的所以伊画亚利米先知画即款，互咱知影讲亚利米先知伊一生。40年的服侍，虽然是一直流目屎，一直流目屎，泪眼的先知，心艰苦，伫遐敢若将迄位，伫遐敢若要拆毁共款，总是伊知讲上帝要赏赐困难，甲伊同在。最近牧师有看一部电影，咧讲一个修女，因为这是叫做真实故事改编的，伊讲着这个修女。这个修女叫做卡布里尼，意大利的人。这个修女伊伫1889年、1889年的时阵，伫意大利，然后去美国。伫伊要去美国进前，伊伫意大利做修女的时，伊已经写批超过100封以上写互教宗写讲你台湾找我去到中国啦，伊一直要去中国。伊讲迄个所在。就是伫东远的所在，遐拢无人信主，而且迄个所在足丧乡的，已经较落后嘛，迄个时阵美国当咧开始，总是教宗到尾后足落的啦！你看写100外张的批，到尾后来叫来教宗，因为伊迄个所在的主教已经拿他没办法了，这个修女伤落啊，伊就讲来，你家己去见教宗，伊嘛讲好，我要来去教宗。你若歹互我去，我嘛要亲耳听到教宗跟我说不能去。结果伊去甲教宗呀，教宗讲了后，你莫去，你不要去东方啊！你去美国好无？去美国迄个所在是安怎？因为迄个美国开始去纽约迄个时阵美国开始咧发展，总是足侪意大利人，差不多有200-300万人伫遐。拢做诚做移民，但是迄个移民是足艰苦的，足艰苦的。去到迄个时阵美国人看袂起，所有的意大利人去到遐，敢有册好通读，敢有语言学校好通学无啊？所以因拢无袂晓讲话，因拢袂晓讲英语啊，因拢讲意大利话，所以去到迄个纽约的所在，拢互伊笑，笑做意大利佬，拢另外有一句咧难笑的，叫做意大利佬。英文，然后因做啥物工课，就是做订扫的工课，做扛物件的工课，然后互人赶来赶去。所以这修女就讲好，安尼我先去美国。这个修女伊本身
有肺结核了后搁好的身体，所以伊的身体足歹的。医生甲伊讲，你会当活5年啦，听，伊会当活5年啦，听，所以伊就把握，伊还袂死之前，一定要去。但是伊是真做一个 leader， 就是迄个修女的 leader， 伊就去到美国了后，伊就开始去找囡仔。你知影去倒找无？你一定爱去贫民区嘛，对无？结果伊发现，囡仔暗时伫街路内现迄个讲水沟仔挂掀起来，落，伊就较紧去对去看，想袂到所有的意大利人拢住伫倒？住伫迄水沟仔空啦，美国的水沟边仔较大条，内底会当住人呢，吼，佮爬楼梯落，哇，拢总点蜡烛尔。我建议恁爱去看即出片吼，迄毋是天方夜谭，迄是真实的吼。伫1889年的时候，你看到纽约伊的地下水道竟然住遐济人，伫迄个内底，男男女女一家一家，哪有计金无啦？就是你占着倒厝你伫遐。所以伫迄个中间，你想除了住人，佫有住啥物？佫有住鸟鼠啊，佫有住家蛇啦。结果伊伫迄个中间，伊怎去找美国的记者？伊讲你要来看，阮意大利移民住伫倒位无？伊讲我对这无兴趣的，我爱对读者有兴趣的东西。伊讲你来看，伊怎带去看？落去面骹，伊讲吼，鸟鼠都比阮意大利人佫较不一样，因为伊无通食。所以伫迄个中间，咱看到这个修女吼，伊所带来，互迄个记者吼，真正嘛是，伊毋捌看过，伊还佫毋知，因为美国人啊，伊逐工拢会当食巴达啊、八胖啊，伊毋知影遮个人真正拢捡人出呢，然后是住伫下骹，所以写出一篇的专栏，叫做《老鼠都比他们过得好》吼，哇，大家看了吼，有个人就有感动啊，所以伫迄个中间，当然过程无较简单啦。即个修女吼，去到美国人的中间要甲因讲话，伊哪会要甲伊讲话咧？伊讲恁这臭臭的人，走去边啊！我嘛袂甲恁查某人讲话，吼，所以修女伫迄个中间经过足侪代志了后，伊竟然伫美国、伫纽约、伫一个佫较好的所在，伫遐起一间病院。伊讲即间病院是要趁好野人的钱，哇！伊对倒位？伊毋若对意大利的移民啦，伊对爱尔兰的移民啦，对犹太人的移民，拢总伫遐来入籍的。伊讲咱爱团结。有一天，咱嘛拢是会当像有的人拄移民过来，到一天你嘛是会诚做美国人。所以伊用即点去甲迄美国的市长吼，伫纽约的市长甲伊伫遐画拍拉眼，伊讲你要爱遮的选票哦。所以咱看到即个。做软者，伊嘛亲像一尾虫内底，你看伊安尼倒做偌平落倒去。伫美国迄个医生甲伊讲吼，做义工迄个医生讲，你知影你有病咧？伊讲我知影啊。医生讲我会当搁活5年尔，结果伫美国迄个医生甲伊讲，毋是咧，我看你差不多搁活3年尔呢。伊讲好，安尼我爱较紧起来，搁来做工课。所以伊有一句名言，伊来澳洲讲啥？伊讲。要么勇敢无惧，要么坐以待毙。伊讲若无就伫遐等死啦。但是若无你就会当勇敢好当。所以咱看到即个修女，伊敢若剩3年5年的迄款软弱软正的身躯，伊伫遐带遐所有的人伫遐起做，顾迄孤儿，然后佫带因教读册，佫教迄查某人，莫佫去做妓女啊，来车。吼，会当做缝纫鞋上，做迷信的学校，教因做衫，伫迄个中间佫起病院，起学校了后，毋啦伫美国，伊佫去欧洲，最后听讲嘛去中国，但是尾后伫1958年去互中国赶出来。伫迄个中间，伊的修女会圣心修女会竟然有1300个修女伫迄个中间，嘛足侪人伫迄个内面服务的，拢总有67座的慈善机构。即个中间有兽医啦，有学校，有孤儿院，有病院，但是要互咱知影，所有的领袖拢总是女的，所以查某人是软正的吗？即个卡布里里面的修女是软正的吗？伊本身实在是足瘦弱的，但是毋是啊，上帝看伊是安怎？
看伊是勇行的，伊讲我甲你同在。所以兄弟姊妹，这篇电影《天使之心》吼，嘛，互咱一个鼓励，甲咱今仔日所读的同款。上帝拣选伊，原本伊的生命是安怎？医生甲伊妈妈讲，就互伊同伊该当。用华语来讲，先讲吼，让他待在他该当待的地方。意思讲吼，像伊这破病囝仔吼，着搁戏病啊，着住伫戏落的病院就好啊啦。但是伊无安尼啦，伊无安尼，所以求主，互咱对咱，无论对耶利米、对保罗、对大卫、对伫今仔日咱所看的这个修女，互咱会当生命来得到激励。上帝互人开咱，上帝伊拣选咱，伊就要找见咱，伊就要分辨咱做成，互咱有使命，互咱会当来诚侪伊爱咱做的，就是对伊遐有得到开咱。咱看这个修女，伊一直领受就是迄个使命啦。上帝爱我会当来安怎传出福音，诚侪见证。所以兄弟姊妹，咱来思考，咱知影咱是受造诚侪一个奇妙的吗？咱还袂成形的时，上帝就已经捌咱，就已经知影咱啊。虽然你是到年老才信主，虽然你是已经诚侪爸爸妈妈才信主，拢是上帝早就已经捌咱啊。早就已经知影咱所要经过的日子啊。所以，既然上帝拣选咱诚侪伊的囝儿，是要侍奉伊，要服侍伊，咱有回应啊吗？也是讲，咱有尽力啊吗？咸菜你已经回应啊！上帝，互我诚做一个爸爸，互我诚做一个妈妈，你有尽力啊吗？有这个责任伫遐吗？上帝，互你诚做一个牧师，互你诚做一个长老，一个执事，也是今仔日诚做一个服侍伫影音这个时间的，也是诚做一个校园的时间的，伫这个中间，咱有回应啊吗？咱有尽力啊吗？互咱一个诚好的思考。有当时，咱会感觉足可笑的，像我着甲定定一个姊妹，着甲伊伫遐咧聊天，着感觉足可笑的，因为阮同齐捌一个人，当伊少年的时，阮着捌伊，看伊到即摆已经年老啊，嘛会当领迄个优待券啊吼，感觉足可笑的。安怎即个人从少年的时阵，读册受到遐悬的教育？竟然结婚了后无头路，无要紧，毋是无头路，伊就是照顾伊的囝儿。总是一个读到高等教育、大学毕业，你伫厝顾囡仔了后，你是毋是会当来到社会有一寡服侍，也是一寡做校园的事工？捌逐讲过，但是伊就讲袂使啦，我袂当啦。我的动作足慢的啦，我食一顿饭就爱无。因为伊拢有算啊，伊一喙饭就爱无20个以上，所以伊食一顿饭足久的啦。伊逐工伊的衫吼，毋是洗衫机洗尔，拢爱搁领出来，搁用手暖。伊无算洁癖，伊拢讲伊无洁癖，毋过伊厝就是有伊一定的 SOP。所以这个人，伊从少年到伊即摆，伊着拢伫伊的 SOP 共款。食了着爱清喙齿，爱搁刷牙吼。你清喙齿袂当伫人的面前，所以一定爱找着。若无伫因兜，伊着爱去化妆间内底。所以足侪规矩的啦。所以伊个干那母伊即个人着足侪规矩的，伊有来了出去外口服侍，伊着无时间啦。所以阮看足可笑的，连伊的老爸就讲我不才我互你读到大学啊，你竟然拢住伫厝尔，无做服侍，捌啦，捌做执事啦。总是一遍发生，看到伊感觉无迄落代志，伊就辞掉无做执事啊。所以阮看讲，伊敢若一直讲上帝较紧调我去。我讲若像你即种的会活到100岁，等下我拢死你足艰苦的伫遐活咧。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一定有咧好调伊啊。检查通过伊的朋友来厝内面的人啊，我嘛是捌甲伊讲啊，我讲你会当来服侍啊。若无你去外口啊，会当行做校园事工，你讲故事妈妈嘛，总是无爱。所以
伊一定是生活伊伫家己的信用的内底，吼，伊嘛有读圣经，伊嘛有祈祷，总是伊拢伫伊家己的内底那定吼，伊嘛无甲兄弟姊妹来往，所以这足可惜的。所以你敢若受上帝拣选那定，过来遐个步骤拢总无啦，吼，无有分别罪性，但是安怎无拍破，无后壁的受车客伊无爱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爱搁继续咧，你像这个修女。伊就落去撩遐个水啊，迄下水道，迄水沟是拢有水，拢有迄臭沟仔水的。所以结尾来讲，咱看到亚利米遐上帝讲，你毋免惊，我甲你同在。哦，即句话足重要的。你毋免惊，我甲你同在。所以使命足艰苦的，咱有当时爱安怎放下咱家己所爱的，亲像我头拄仔所讲迄个姊妹。伊家己所爱的，就是伊一定爱整齐啦，伊的头毛着爱偌好，伊的衫着爱安怎洗。你若无有放下小牺牲这，你哪会使了完成使命咧？因为一天大家拢24小时尔，所以毋免惊，主要甲咱同在。若是安尼，伊着袂去感觉讲，我衫若用洗衫机洗，我着不自在，迄着会无去。所以兄弟姊妹，受上帝拣调。就是要互咱会当分别罪性，会当来受车客，领受使命，小事咱有能力，绝对会小事咱有能力的。你看亚利米小事的能力偌尔啊大，画出铁血毁坏车道，然后佫会当建立，佫会当再生。哇，听着感觉讲耶，有够赞！上帝一定嘛要小事，互你有一款的快乐，所以你的确安怎毋免惊。然后爱回应讲，上帝，我伫遮，你甲我同在，你有啥物使命爱我做？求你将能力、快乐、赏赐互我。兄弟姊妹，咱就继续来服侍，继续来服侍。阿免，三脚来祈祷，天父上帝，我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阮承认，检查有时阮的心软弱、软弱、断地。阮感觉阮实在无法度，敢若即个家庭，我就补袂好咯。敢若我即个人，我着足侪代志好通互我无用咯。我太多有时间，好通来服侍你啊。总是主你讲，毋免惊，你要甲阮同在。是啦，主你要甲阮同在，这嘛需要用信心来相信，也要用信心来回应。感谢你今仔日通过亚利米先知，互阮知，竞选是出在你，所以快乐主你一定要赏赐。愿你带领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伫啥物款的年纪，无论是少年，无论是年老，阮拢要对主你安尼领受，就是你互阮的快乐，互阮有使命，互阮会当分别做成。互阮会当伫即个世间，诚侪主你的见证，诚侪主你所爱阮做的器具，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愿你信心继续甲阮每一个人同在，直到阮见主的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要来收圣餐，请起立用，请这个用圣餐的是受主受会，受主伊利。
今仔日是世界的圣餐主日。伫今仔日咱要做伙伫遮领圣餐，领圣餐了后，所有的陪餐员，就是你今仔日有做伙领圣餐的陪餐员，咱今仔日有奉献，有奉献，就是为着客家中会，客家中会的奉献，一年咱拢有一遍，所以请咱有领圣餐的兄姐，你着准备即个奉献，伫尾后收杯，咱今仔日咱的杯就是用不锈钢的，会阁收回的杯，环保的，所以伫即个收杯了后，会阁有收奉献，互咱知影，咱三甲来收主的圣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纳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咱要三甲来收主的圣餐。兄弟姊妹，咱来听主耶稣对记纳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安尼讲：恁记纳着我担的，着就顾我要互恁安享。主要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问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问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安尼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记若行呢，就纪念我。食了后，摇芳杯讲，即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恁记若啉的时，就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安尼讲，咱也学伊的模式，咱三甲先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照你所命令的摆设这个现象，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天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咧伫你的面前所赏赐的饼甲杯，互阮会当接受这个要对神来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也对伫你恩典的帮赞。通互阮诚侪你属灵的身躯的一体，也伫即个中间来受培养，继续成长伫你的恩典内面。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长老来旁边。恁若是已经有洗礼，就是成人洗礼，还是跟信礼，就会当做伙来领圣餐。无论你是伫啥物教会，也是伫啥物教派内底洗礼，咱欢迎三甲做伙来甲主同坐倒。当你摕着饼的时，先起立。做献上你的祈祷，了后，咱才要三甲来领受。主耶稣有讲，咬喙焦、翕无记的人有福气，因为免得着饱。咬喙焦、翕无记的人有福气。因为免得着饱。主耶
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要真侪咱灵命，就是咱灵性生命的起造，咬喙焦翕无去，会当真侪你的祈祷。这个世间所有的饼，袂当互咱指摇，只有咱的主会当互咱指摇。意思就是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无才了，互咱的心得到满足。只有咱的主会当互咱，虽然万项有，拢有哦，万项事拢有，总是心内底迄个不满足，可以得到满足。就是那个神圣的不满足，也能够得到满足。还佫有人无摕到的无？兄弟姊妹，这个是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角来领受。吃了后，要安尼捧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去若行安尼，就是纪念我的死，直到我过来。咱请长老来捧杯。请你捧着杯的时，同款会当静默来献上祈祷，因为这个杯，这个葡萄汁是上帝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主耶稣的血就是真多，互咱的罪会当来得到洗清、救赎的溃烂。互咱会当赢过死亡的关系，互咱会当赢过病痛的威胁，也互咱回来到天父上帝的怀抱，恢复甲天父上帝的关系。所以当你摕到这个杯，你会当献上祈祷，求主伊的宝血会当来医治，特别即时你的身体有啥物款的病痛，求主来医治。你相信，伊是耶和华拉法的上帝，就是要来医治，通过主耶稣，伊伫十字架顶所受的刑罚。要互咱得到平安，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受的逼迫，也要互咱来得到医治。
有人无摕到的无？会当举手。兄弟姊妹，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伫伊的血所设立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甲来领受。当你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就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所享受的平安，甲你三甲伫地，咱三甲来感谢。完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会当领受伊的圣餐，要诚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面，佫互阮会当来明白，你欢喜阮。你疼惜阮，你也知影，要互阮诚做，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圣徒，也就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啊，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事，求你欢喜来感动阮，宣扬你的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拢会当来荣光你的名。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圣餐到咱要来收杯，咱请咱的长老来收杯。那个姿势就好。请咱将咱的杯交放转去圣餐盘的顶面。了后，咱会收奉献，就是即边领圣餐的奉献，奉献客家中会，客家中会有特别做一块恁的客家的布，互咱给咱。愿上帝也纪念咱欢喜，咱也稳定，领受稳定的上帝的内面，然后咱要献回应。也愿客家会当来受利益、受成长、受建立、受财政。好，咱即是来收圣餐的奉献。
咱来头前吼，牧师带咱去来做迄个客家奉献祈祷。祈求上帝，阮恭敬伫你的面前，献上阮淡薄手圣餐的奉献，诚侪客家中会的路用，愿祝你兴旺客家中会，也互客家会当诚侪肥肥软软的土地，遐所有领受福音的，拢会当得到徛在成长。伫你的面前，献上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是三甲来宾献诗551首，好大好大的祈祷，请起立吟转首。Amen.
日咧庆祝要庆祝重阳节所以咱请你是49年厝以前的49年厝48年一年以上，以此类推拢会当来接受来甲你表扬庆祝有礼券要送互咱请49年次49年厝以前的来咱徛起来无输甲我拢有资格好来。摕着咱就先坐落来，好无？咱来已经摕着礼券就坐落来感谢。楼顶有楼顶去年去哩啊，去年只是1年去啊。拢有领着无？49年次，49年厝进前。好，安尼咱来起立上帝，咱来祈祷愿上帝赐福咱已经有领礼券咱起立来领受。施主，阮伫你的面前，阮献上感谢，为着重阳节，阮教会年长的兄弟姊妹，愿主你圣神坚固，毋但互因信仰咱加添。也气力咱加添，身体咱勇行，因为你应允阮，虽然阮的年岁一年一年加添，但是你要互阮内在的心智也一年一年勇壮。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愿献上阮的感谢，献上阮的祈求，愿上帝保守每一个年长的兄弟姊妹，亲像伫圣殿内底服侍你的百香茶共款，会当。色青翠接满满，永远互主你得到荣光，阮也永远要来仰望主你。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好，咱请主持来报告。伫报告内心，咱来看遐个典故，记载伫《以弗所书》1章4节，用来去汉语论坛人代，刷下去用。和本来还能在，那些用来一汉语论来下，就是教育创造世间的心，以基督平安，互咱伊的面前常做事，互人听。就是教育创造世间的心，以基督平安，互咱伊的面前常做事，互人听。用和本来还能在。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天地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天地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后礼拜的时间有难着，请。常务署当的党纲咱的第一。后礼拜逐项的储备时间，咱请兄弟咱特别来看，咱来看消息报告。第一，今日是世界圣餐纪念主日，举行圣餐，感谢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圣餐了后所收的圣餐奉献，诚做客家宣教的用途。礼拜了后，召开小会。多定期的中职会甲中职的训练，请中职参加。第二，今日庆祝重阳节，本会庆祝重阳节的敬老年龄，对象是65岁以上的兄弟，咱祝福因
有同新店长的江北树、江北树，永远是清水上满满。第三，今日召开圣诞游笔会，请圣诞游笔会的组员出席参加。第四，10月10号家庭礼拜10天一届。第五，各摊客并制度改选明年的干部，请伫10月以前完成，并将名单交予主任牧师。第六，用上联部的活动，中央礼拜上联第一大会，10月9号伫个鲁港亚太度假中心，请有报名参加的客友，伊敢会知影自行前往报道。第七，泰雅尔中会牧者有无家庭会来咱教会，10月13会住伫个咱教会宿舍，10月14会知影有老街甲艺术文物馆的参观，关注来思考。第八，中会事务部第10会10月20日下晡2点到4点半，伫个彰基南医师大楼国际培训中心以外，主题教会法规甲艺术规则，参加的对象是中职甲客司机，请向1月主事来报名。第九，中会中华区宗教改革纪念联合礼拜，10月25号暗时5点伫个咱教会举行，欢迎参加。第10，中华联合祈祷会恩典彰显，荣耀无限，10月26日。会知影10点，伫个彰基南医师大楼2楼怡园会馆举行，关注传领基督教，请做咱馆长，执政团队甲人民土地的祝福。5月12月第1主日举行水礼，目前新年水礼有张硕燕、李丽芬一定开始上课，请来到。咱来看大道的事项，第一，咱求助来讲管，有3伏2风灾、校园施工、俄乌战争、以哈战争，要反台湾的民力。10月20日，中华联合祈祷的参会来祈祷。第二，咱求助来福音转化新教会，了往西罗曼教会、甲咱教会行伫个指导顶管。第三，请为着身体康的兄弟来祷，进城审阅，弟兄黄维国、吴俊元、蔡庆堂、施维坤、张爱义、罗一峰、廖胜杰、石庆发、郑维信、张嘉欣牧师、姐妹谭曼丽、夏丽玉、谢金娜、林美华、杨桂花、王小桃、林思彩娥、沈丽玉、罗丽珍、黄许英、李吴婷、罗丽牧师、林崇轩牧师。后面的部分咱来大家看，主若有出力，是会当对后边回来评议，以上报告。就是即将吼，咱来欢迎吼，久久无转来到咱中间的吼，新义即次，啊，搁甲咱的迄个刘牧师夫妇啦吼，妹妹嘛，吼，那个新义，就是妹妹吼，两位夫妇吼，欢迎吼，这就是春天去到外地啦吼，伫咱中间阁有一个中心姐妹。中心姐妹吼，伊有带因2个囝吼来到咱的中间来欢迎吼，住伫高南吼，住伫高南进信会吼来探访亲人吼，还有那个年轻人，其实我无熟悉的吼，伫那个立德的女儿。谁？立德，许立德的女儿。是，好，欢迎你们。好，立德的女儿，好，欢迎你吼，应该有人很久没见了哈，好。OK 再来第10点吼，牧师补充吼，第10点是中华联合祈祷参会吼，迄就是1年1遍，咱差不多台湾22个22个县市拢有举行啦吼，像苗栗、云林拢已经举行过啊吼，嘉南敢若嘛举行过啊，咱中华县吼，顶年嘛有。今年第2遍，伫10月25，有着10月26拜6的早起时，要伫南医师大楼的2楼医院吼，咱教会
咱教会嘛是有一寡迄个，因为迄拢坐伫餐桌内底，所以10点开始祈祷了，就做伙伫遐有食中昼顿馆长一定会到，馆长嘛伫遐嘛有写祈祷书为祈祷所以嘛欢迎咱教会代祷者如果你是代祷者你要参加也可以，你打均安执事报名打均安执事报名伫即个第10项联合的祈祷参会中华关系这就是有分中华关馆长甲伊的执政团队，佫有立委，佫有议员，佫有其他就是百工百业咱中华关的属龙工商的迄个讲头家等等，佫有咱教会界基督教会界的迄个讲代祷者，佫有教会牧师，佫有咱伫百工百业的即个领导者，安尼等等遮嘛，咱也为即个祈祷会来祈祷愿中华关已经建关300年上帝的恩典会当彰显伫即个中间好最后咱今仔日的更新周刊大家有睇到无？伊的标题写什么？你不要害怕。是安怎不要害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牧师会知影摕到嘛，是我感觉讲足大心的我嘛不要害怕，因为牧师明仔载就要先去病院准备拜二骹要去开刀，已经第4遍开刀共即支左脚是第3遍大家为牧师祈祷啦我毋知通惊啦但是若要来受诊嘛会惊就对啦其实嘛有通惊的所在，但是感谢主，互我伫知影爱去开刀知影迄个情形的过程拢无惊嘛无时间通惊，总是有一点欢喜嘛有盼望，因为其实我已经开刀1年你看我出来是举即支我伫图书馆内底我拢举4年的，我拢爱用撸的我无在了行路，我无在了放手，好好行路。洗身躯嘛无方便，上厕所嘛无方便，因为咱的图书馆的便所甲迄地面毋是有障碍，拢搁较悬，所以我拢爱用倒头撸的爬起安尼绝对拢有袂赴的时阵，就对，差不多拢袂赴。当你想要上厕所爱搁对侧房行去到遐，爱搁倒撸起常常拢伫迄个中间真困扰所以牧师开刀了后。嘛会阁互阮这大家照顾因为迄个空喙绝对会疼，过来就是袂当捌水的时阵为着要避免庄牧师要为伊较莫压力互先互这照顾，因为爱人洗身躯，过来就是上厕所拢爱用便盆嘛安尼伊较先甲我洗肠遮的物件安尼盼望会当早身体较好势转来到遮所以我拜日10月7八10月7八会伫屏东的保健医院有一个骨科的医师要替我指导安尼以上补充报告，感谢主。3个来因北北的县西397首原著术后保护你，请起立引转手，引起刷恰手就到。因为仰望你，阮的心就无惊吓。感谢你也分别阮做成，互阮伫耶稣基督内底，拢会当时时来得到换新。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扶持相通，甲恁正大家30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乐民的